自身事內，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是一部將經濟學理論與中國改革開放40餘年的實踐結合的通俗學術著作。作者蘭小歡以地方政府投融資這一中國經濟最獨特的微觀結構為切口，層層遞進地解釋了中國為什麼能在全球範圍內實現長期高速增長，又為何在現階段面臨城市化質量不高、區域差距、債務累積、國際貿易摩擦等一系列新挑戰。全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聚焦微觀機制，下篇討論這些機制如何匯聚成宏觀現象，並在最後一章回到政治與制度框架，對政府究竟如何在市場中發揮作用給出系統回答。1. 寫作視角與基本框架。作者首先指出，要理解中國經濟，必須先理解中國政府。與西方市場主導、政府輔助的模式不同，中國的市場經濟帶有明顯的政府主導色彩。中央與地方政府長期承擔了資源配置、產業選擇、要素供給乃至風險兜底的多重職能。因此，全書從地方政府的權、責、利切入，依次討論收支結構、土地財政、投資與債務、招商引資等微觀機制，再把這些局部行為與城市化、工業化、房價、地區差異、國內結構失衡及對外貿易衝突等宏觀現象對接。2. 上篇地方政府的權力、責任與利益。1. 事權與財權的不匹配。1994年分稅制改革把稅收集中到中央，卻把事權留在地方，形成了上面着急、下面吃緊的財政格局。地方政府為了完成教育、醫療、治安、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只能通過土地出讓、城投平台、PPP 等方式籌措資金，由此催生了土地財政與土地金融。作者用大量案例說明，土地成為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不僅在於出讓金本身，更在於其撬動的銀行貸款與社會資本。一旦土地市場遇冷，財政鏈條便可能斷裂。而招商引資與全民招商，地方政府被視為深度參與者，而非中立裁判。在考核體系與財政激勵雙重驅動下，各級政府成立專門招商隊伍，甚至採取屬地管理加官場競爭的模式，通過稅收返還、用地指標、人才補貼等方式吸引項目。作者指出，這種競爭在早期彌補了市場缺位，但也帶來重複建設、產能過剩和地方保護主義。3. 公共品供給與城市化。地方政府既要買土地，又要買服務。教育、醫療、社保等支出在財政中的佔比持續上升，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顯不足。作者提醒，隨着人口流動與戶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務均等化正成為新的政策焦點。3. 下篇微觀行為匯聚成宏觀現象。1. 城市化與房價、土地財政與戶籍壁壘疊加，是高房價成為地方政府與居民部門共同承擔的系統性風險。城市土地國有與農村土地集體所有之間的二元分割，也讓要素流動受阻，加劇了區域發展不平衡。而地區差異與省界效應，多篇讀書筆記提到，省交界地區往往發展滯後，出現行政壁壘效應。作者用行政區劃與稅收分成的互動解釋，相鄰地區為了爭奪稅源，容易形成市場分割，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下降。3. 債務風險與金融週期。地方政府債務從或有負債演變為顯性債務，再與平台公司、銀行體系深度捆綁，形成借新還舊、加槓桿、資產價格上漲、抵押物增值、再融資的正反饋。一旦經濟下行，財政收入萎縮，債務可持續性便受到考驗。4. 國內結構失衡與國際貿易衝突。作者將國內消費率偏低、投資佔比過高歸因於居民收入分配格局與金融結構失衡，而中美貿易摩擦則被解讀為全球價值鏈再分配與國內政策外部化的結果。4. 第8章在思考政府與經濟發展的未來。多篇總結文章指出，作者在結尾提出從生產性政府轉向服務性政府的命題。一方面，要繼續發揮中央統籌、地方競爭的優勢；另一方面，也要提高公共服務、社會治理和環境保護在考核體系中的權重，才能實現高質量發展。5. 全書貢獻與啟示。
一、理論層面，作者將公共財政、發展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方法結合，展示了政府、市場、社會互動的複雜網絡，為理解新興市場經濟提供了一個多維分析框架。二、政策層面，書中對土地金融改革、稅制改革、債務管理和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建議，為下一步改革提供了可操作的政策線索。三、認知層面，作者強調可行的政策不僅受制度約束，也受利益約束，提醒讀者在評價政策時要兼顧效率與既得利益格局。六、個人思考，閱讀本書最大的收穫是換位思考。當我們看到一則地方出台的扶持政策，一則城投平台的融資公告，或一則房價調控文件時，不再只從單一市場視角解讀，而是去追問這對地方政府意味着什麼，他們的考核、壓力、財權事權如何影響決策。這種視覺的轉變，有助於更全面地理解中國經濟運行與政策演變。結語，蘭小寬用簡潔的案例與數據，把複雜的制度邏輯講得通俗易懂，讓讀者置身事內，真正體會到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深度參與和多重角色。正如作者所言，理解這種參與並非為了歌頌或批判，而是為了在未來的改革與治理中，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發揮政府的積極作用。這或許正是中國道路的要義。應用篇，要把置身事內的理論轉化為行動指南，可從企業經營、地方治理與政策研究三個維度落地。一、企業經營，把政府資源圖譜納入決策。一、選址與擴張，讀懂土地財政與開發區博弈。土地出讓收入與政府債務高度綁定，地方政府往往通過賣儲備、配指標、給補貼吸引項目。企業在選址時不僅要算水電、物流成本，更要評估項目所在區縣的土儲規模、城投負債率及未來出讓節奏。對債務壓力大的地區，可爭取彈性供地、分期繳款等政策。二、產業鏈協同，識別地方政府的產業偏好表。各地為完成考核目標，會主動加碼經濟指標。GDP 競爭導致地方保護與重複建設並存。企業應研究本地主導產業目錄，與地方政府形成必要但不冗餘的配套關係，避免陷入產能過剩的同質競爭。三、融資與合規，預判政府債務管理趨勢。債務重或有走向顯性，平台公司與銀行係深度捆綁。企業利用供應鏈金融或綠色債券融資時，要同步關注地方債限額、隱性債務化解進度，確保融資結構與地方政府舉債邊界相容。二、地方治理，用激勵相容與信息透明提升效率。一、事權與財權匹配，以公共服務規模經濟為依據。書中提出事權劃分需兼顧規模經濟、信息複雜性與激勵相容。地方在教育、醫保、公共文化領域可擴大跨區統籌，把專業性強、信息複雜度高的事務上移，而招商引資、社區治理等與本地信息強的事務下放街道鄉鎮。二、競爭激勵，把層層加碼轉化為正向壓力。各級目標普遍高於中央，平均加碼2至3個百分點。可在指標體系中加入單位 GDP 能耗、污染排放、公共服務短板等負向指標，讓競爭既比速度也比質量。三、監督與數據，用直報系統降低信息扭曲。水質、空氣質量監測數據直報中央有效壓制了篡改。地方應推廣物聯感知、區塊鏈存證，對工程招投標、扶貧資金、秸稈焚燒等難點領域建立不可篡改的數據鏈，提升監管效能。三、政策研究與學術寫作，構建政府、市場、社會三維分析框架。一、理論融合，把公共財政、發展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方法並置。蘭小寬展示了三者的互補優勢。研究者在分析產業政策成敗時，應同時考察技術細節、利益格局與政治激勵，而非僅用市場模型或制度主義單一視角。以行業差異化，警惕一刀切評價。書中提醒，鋼鐵與芯片的政企合作模式截然不同。比較研究需按行業特徵分組，採用案例研究或異質性檢驗，避免用單一指標評判所有產業政策。三、利益與可行性，把可行置於最優之前。
作者強調，政策可行不僅受制度約束，也受利益約束。設計改革方案時，要評估既得利益受損程度、替代補償機制與漸進實施路徑，而不是僅追求理想均衡。結語：置身事內告訴我們，政府與市場不是非此即彼的邊界，而是環環相扣的利益網絡。企業讀懂這一點，可以降低合規風險，捕捉資源紅利；地方政府讀懂這一點，可以設計更硬的預算約束，更有效的競爭激勵。研究者讀懂這一點，可以構建兼顧效率與利益的分析框架。只有把書中的制度邏輯轉化為可操作的行動方案，才能在複雜的中國市場經濟中真正做到置身事內，有所作為。金句篇：以下句子是被讀者反覆劃線，堪稱此書中的經典金句。發展是硬道理，但硬發展沒道理。政府與市場之間沒有黑白分明的界限。生活過得好一點，比大多數宏偉更宏偉。風險不會消失，只會轉移。要想把握政府的真實意圖和動向，不能光讀文件，還要看政府資金的流向和數量。事莫名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不要低估經濟現實的複雜性，也不要高估科學工具的質量。經濟結構失衡的代價，最終由普通人承擔。在我國，政府不但影響蛋糕的分配，也參與蛋糕的生產。讀懂政策，要先理解背後的不可能三角。以上金句從發展觀、政府角色、風險認知與政策邏輯等角度，凝練了作者對中國經濟治理的深刻洞見，也是讀者理解全書思想脈絡的快捷入口。